3000年前的中亚腹地，为了争夺匈奴帝国宝座的激烈争斗，在历史舞台上展开。终生难忘的剧院体验。2023年9月19日至21日，中国内蒙古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大剧院。失传的玉玺，本年度场景最宏大而令人心动的娱乐秀